大家好，又係我范太郎啊！咁今日要嚟講呢套觀眾推薦嘅電影啊，《青春末世物語》。咁唔講廢話啦，直接開波咯！咁從前呢，有位電影導演呢曾經對我哋講啦，唔使上網查出處啦，我喺一堂編劇堂嗰度聽翻嚟嘅。咁點解佢哋成日都用楊千嬅做女主角呢？佢又唔係特別靚，又唔係特別有氣質，但係點解會揀佢呢？咁原因呢，就係投射感，因為呢，如果揀啲好靚嘅女演員呢，咁睇嗰啲觀眾呢，就會覺得自己好難呢同佢一樣咁完美，咁啊好難代入。而楊千嬅嗰種呢，又唔算話好靚啦，性格呢都唔係好 perfect， 所以大家呢都覺得同自己差唔多，就比較易代入。咁當然啦，依家邊個代入唔到佢啦？而我范太郎代入到嘅呢，就係彭于晏同埋吳彥祖嘅，不嬲都係。咁翻套戲度啦，我認為咧呢套電影咧嘅選角非常之好，因為佢哋嘅感覺咧都係近似高中時期嘅學生嘅，啲打扮咧都求求其其啊，好似冇打扮咁，亦都唔似啲偶像劇嗰啲學生主角啦，好似忽然咧變咗年紀大咗10幾歲嘅打扮，而且佢哋嘅選角咧其實都係嗰啲好冇聲味嘅選角，即係好似咧中學嗰陣時咧坐你隔離嗰啲同學咁樣，而演繹上咧都做咗一種冇對白咁嘅處理，即係話咧對白上咧係比較冇目的性嘅，反而咧就好似啲朋友喺度 chit chat 咁啦，咁粗俗啲講咧就好似一班後生仔啦喺度狗噏啊，講下啲廢話咁樣，但係呢種咧自然冇方向感嘅感覺咧，反而就貼翻咧好似後生嗰種玩樂感啦，冇方向感嘅說話方式。咁喺故事嘅安排入邊咧，因為個主軸咧就係主角面對佢哋畢業成長啦，同埋政治上嘅抗爭啦，咁兩方面嘅主題咧都凸顯咗每個人喺嗰個年紀對未來冇咩方向感啊，同埋對社會不公啊，單純嗰種慨嘆嘅，咁令人一邊睇嗰陣時咧，都一邊諗翻起咧嗰陣時無憂無慮嘅日子，亦都感嘆嗰啲咧未受生活同埋社會摧殘嘅時光。咁電影入邊咧用咗地震啦，同埋對主角韓國人嘅歧視咧，嚟帶出咗對日本歷史嘅隱喻。但係我想用讀者論嚟探討一下呢種社會現象，因為喺電影度啦，社會同埋主角身在嘅學校咧，有兩種好相似嘅情況啦，都對人作出咗管制嘅。咁學校就係因為其中一位主角咧對校長嘅跑車咧做咗破壞性嘅惡作劇啦，所以校長就喺學校咧加咗會即時評核學生不良行為嘅監控鏡頭。而喺大環境嘅社會上咧，就係因為指出咧將會有大型嘅地震啦，所以以安全嘅理由咧，對人嘅管制亦都變大咗。而學校同社會咧都係有對非本地人嘅排外情況。咁喺電影入邊咧，反對管制嘅角色咧都認為咧掌權者咧其實係假借名目咧，想借機咧管控啲人。喺套戲入邊嘅主要角色咧，面對呢種情況咧，就有唔同嘅取態。有啲人咧就跟住大人咧一齊去示威，咁有啲咧就聚焦翻自己嘅生活入邊。咁有啲人咧就嘗試了解呢種情況啦，亦都有啲人咧就覺得一切咧都無藥可救，完全無視啦，就係重視翻自己嘅感覺入邊。咁我認為咧，導演將社會問題咧，同埋將就嚟成為成人嘅學生角色咧進行聯動咧，係一個好好嘅選擇。首先咁樣可以同成人嘅角色同埋觀眾我哋咧產生對比，因為融入咗社會嘅成年人咧，大多咧都係被迫接受咗社會現實啦，冇咗後生嗰陣時咧對是非黑白嘅執着，或者對社會進步嗰種單純嘅期盼。咁樣嘅處理咧，除咗可以產生對比之外咧，亦都可以帶翻啲觀眾咧翻嗰陣時咧情感單純嘅時刻，俾我哋重新思考一次咧，到底對呢啲事咧，到底應該點樣做咧先係正確嘅取態咧，去面對呢個無藥可救嘅環境。咁生活咧係充滿咗無奈嘅，但係慶幸咧我哋都曾經年輕過，曾經咧有充滿想法嘅時候。咁青春末世物語，末世咧係走向極端嘅環境，亦都係我哋咧成長用嘅環境嘅一刻。所以今次范太郎喜愛指數10個飯團有8.5個飯團，相當喜愛。